冲，再冲，三冲，分到冲，再冲，三冲。总结是只是前到冲，分到冲，也是好。健康是好。坐下。组长领任组长在座各位先生大家晚安。晚安。你这电脑应该是以网络加收信办摆，所以更新网络更新袂了。所以讲无法度运作哦。咱继续咧因为无法度传输去迄个口音或是遮咧电脑是看会到，或是甲咱大家对了伫咱顶一厝咧咱学习迄个段落对来，遮咧交咱做继续咧来学习遮部分咧好势来看环境自如自身，即是真实；若如是言，即是无上菩提自助成也。逆者是一用一思维，建作一义，将来我看逆义若亦得本，故逆义法，心受作个义，由因所得作义不行。心中空混，心思不安，犹如梦中行证不动。那当然咱佛祖咧，伊是对于这个新手大师咧，嘛是有真大的这个期待那而且咧不断咧来甲伊提示要安怎咧会当达到了这个见识这个方向，无非咧嘛就是要互伊会当算讲家己做一个引导，提示做一个引导，互伊看安尼会记落所以讲咧，伊就不断的来咧家己做一个提示因为伊之前伊就去收集出来的，当然甲伊看，无办法咧来达到了一个见识，无办法达到见识。所以讲咧，而且佮家己提示的，环境如自身是真实嘛，不管这个是咧家己做一个引导啦，家己做一个引导，而且咧叫伊佮去受一天的时间，互伊缓冲，看伊会当去另外做一手机，提互伊看。当然咧，伊若如果会当来达到见识，赶快会当来赋予伊法，先受作个仪器，当然经过几工了，赶快咧，无法度做袂成。但伫这所在咧，心中嘛感觉讲非常的这个丰富啦，因为当个这个代志，因为伊是一个教授师，佮规个是伊所有的师兄弟，拢嘛想讲这个一定是新手大师伊当无法度人做出了一首典型的语言，所以讲咧，对伊这个期待会使讲是非常的大，但是毋过伊做出来佫袂当见识，处理正这个情形来讲咧，敢若像无佫较好的题目。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嘛是共款互伊会使讲是变诚大就对啦，变成诚大。
所以咱讲心思安，犹如万种行者不动，这样去，徛去，像咱人若烦恼照食落去困去做代志搁袂专心因为因为心中有了顾忌，有了解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变成形成这个不动。那么呢，当然五祖呢不断来引导，要互伊达到见性。所以讲呢，伊伫遮所不得提示的，甚至讲伊万变诸如，那诸如也就是讲不动，不动，嘛会使讲是平等不移就对啦。不动呢，也就是讲咱的自性，伊是具足伊咱的伊咱的心，那当然呢，也就是讲，也就是讲安怎呢？就是讲，虽然自性看无，但是感理随通感理随通，若无，伊就是如如不动。就是讲，我若无喙干，当然我袂去动着我的喙干，甚至有地我会摕咧食，爱去保持如如嘛。但是我讲到喙干，感觉讲喙干自性自然的发端，因迄种的自性起作用，因为我感觉我喙干，所以做自然的，我着显露去攀即杯茶。起来食，食了我做自然家吞落去，也是讲自性起作用了。当伊即个作用完成，伊搁回归倒转来，就无搁有咧喙骹，搁有咧食咧，因为恢复了叫伊平静的心是伫咧用起来用了搁回倒转，所以讲思来即用，思去即无，安尼呢就是不动。因为咱有一个自心嘛，咱有一个身躯，它有可能讲不动，就是讲无简单的意思，不是，是你思来即件，思去即无，回归到你的清净，这叫做自由啦，因为平等不移，平等不移呢，也就是讲，伫咱用的当中内底，用的当中。起作用的当中，你没有对待，你没有在深思变外的一种心思，也就是讲的，我今日去帮忙啦，袂搁起有一个这个善的心、甲恶的心，或者是讲道理，袂道理这个对待，平等不二呢，就是这个啥呢？叫做不移平等不二的，就是不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呢，它就是有对待。那平等不二，就是你讲的让失主自性丢空遗弃者，没有所谓的得失好坏对错。无关嘅，所以讲呢，这就是讲平等。所以讲呢，甲咱讲呢，平众心心，行平等心，就是讲，以如平等，在你的心中看起，看起你接触听嘅当中内底，当然咱看嘅有好甲歹，有好甲歹。比一个我今日安尼看，有较水嘅人，较歹，有较厚嘅人。较含的人，有较有钱的人，有较无钱的人，有较地位较悬的人，有地位较低的人。但是，伫我看，甲我听的当中内底无不是一样。就讲我这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我搁另外是一种的心。这个是较善的人，这个是较歹的人，这个是无地位的人，我搁另外起一种心。贪恋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拢会使讲是如如，可
可以做都是如。那伫这当中呢，嘛就是讲以自性，就是讲不动，不动。如果若是伊有对待，有恶言对立，那安尼呢，是讲你去了解这个心了，你无法度人恢复了解你本来的。那当然呢，安尼就无算是如不动的自性。所以讲呢，不生见呢，有安尼，伊有一个证道。所以讲呢，伫这不生见的分别自性的境界，这叫做不生见的分别，因为当然自性伫咱的自心当中心，所以讲性心心一贯，伫自心当中有咱的心性，有咱眼里一些心意，欲因触欲因生着色的当中内底，当你欲因触欲因当下，你不生分别心。你世间才无好到歹，有善跟恶啦。袂讲你这个人歹啦，因为咱知，这个人歹啦。我另外生，讲你是歹啦，我用另外一种的心对他不会，他看到了了分别，但是他却是抱持那一种苦对伊的三情了解一种的心念偏视，爱是特别对伊。发展较好，不会这样。所以讲呢，万物一主，万物一主，万物一主呢，就是一视同仁，就是讲平等。所以讲呢，伫咱这个万有万有呢，伊的来源拢都是道嘛，本的无分出了的对见，因为天心我在第一有嘛。所以讲呢，万物来讲是一主，就是讲万物伊来伊万有来自于了来自于了解这个道。所以讲呢，就无了解这个分别，只是千江有水千江水，千江有水千江水，因为过了一点，但是呢，伊千江有不能了，伊这个啥呢？伊这个江。但是伊这个买的少年种工龄内底，当然千工伊有了这个千工的分，都有1000粒的这个分，但是伊的一组就是伊的分都相像，伊的分都相像。袂讲呢，这条工的分条这条工的分不一样，它不会是这样。所以讲呢，伊如。当然呢，嘛就是讲，以咱自性起作用，如果呢，咱来让稳定住，我们就会住在这空。咱袂去互善甲恶来影响着咱，袂互好甲歹来影响着咱。当然咱看，伫当下内底，我应该爱安怎去来应对，我失去自性去来应对，安尼个。以前讲今仔看是可能的啦，看伫咱的眼中内底，这有需要来斗3工，该斗3工点，回归倒转来就是，毋是讲我搁有一个甲伊帮忙的人，搁有甲伊帮忙的钱，搁有甲伊帮忙的迄个力量，它不会产生。这所以讲呢，伫咱大家当中，如果咱有法度做到安尼呢，其实会使讲是主。那么你主体内底，你就是自性有之。你就是说保有你那一种灵敏的自性，哪里当来修？安尼有修嘛？咱讲道不用修，但无不言。所以讲呢，咱正得到当然呢，为什么爱不断自信？爱当集思广益，大家做伙修行。当然呢，即使讲伊照着别人的道理，照着别人的好甲歹，咱来反倒转来，心里伊就是一个物件。所以讲呢，
不显灵显灵是不显灵之书，不显灵是显灵之主。所以讲的显的人就是咱学习的对象，不显的人之主就是互咱有机会要安怎去家己做一个启发，互伊对众生，互伊对核心进入人心，对人心进入了解一个核心。所以讲起呢，这嘛就是讲，互咱会当真正应用当中的讲保佑260中的都是率先而为，那是安尼的话呢，就不用。当然呢，咱就是讲以学习不断就是讲关照着家己，就是讲觉察着家己就对了。觉察家己，毋是觉察别人，觉察家己。因为家己的身世，爱家己了，讲小讲无小讲，跟别人没有关系。所以，伫咱听经文法，咱咧话爱安怎关照着家己，对的好甲歹，好的当然会当做往有志先，来保佑着伊的好。如果呢无好的当下，当然咱免怎来解决。当然呢，咱若甲无好的因有愈济，我们就越来越成就佛的条件，成就佛的因缘。所以讲呢，老师讲的讲贤惠菩萨不是从天上降下来，而是从人世间历练而成就的。所以讲呢，那讲咱为了恢复了这种如之心，为有爱特别学习要安怎来安顿了解家己。所以大家来讲定静安稳定，这个无共。所以讲呢，咱来当找个这个定，找个这个定静安稳定，安尼呢，这个无讲功夫会当来应用的话，咱就是慢慢来恢复了解咱定念的主性。那么为何诸如之心，这是真心的不生诸如不动。不显一如不动，就是他刚才讲的，它是如如不动的，伊先甲恶，先伊就讲不欢喜，就是讲一个人伊的命格好，伊伫世间充满了着苦路所，世间会使讲是非常会使讲享受了着这个英雄但毋过伊会因为安尼来产生了。互伊感觉欢喜，还是感觉讲歌自感，他不会是这样，因为保有了着他的佛性，保有佛性，所以伊会起一个善的念，会起一个欢喜的念，他是那么呢，伫恶的内底，当然伊感着就是讲伊无善，伊恶，那么就是讲伊坎坷。人生不顺境的当中呢，伊袂怨天尤人，伊会唉声叹气。伊当然这个精灵，伊会讲，他还是保有他自己，因为伊世间内底呢的反应，来讲烦恼袂了，你想嘛想袂了，你讲嘛袂了，讲你著讲啥物话来讲透伊目屎过袂去啊，所以讲虽然若无随时放下，真正有影。你若要烦恼的，真烦恼袂了。若要讲的，讲袂了。讲来讲去，讲袂了。袂当慢讲。保有人清净的一颗心。所以讲一切能不动声色。安尼是应该真相观。这个应该呢，使讲是真观。所以讲呢，这不会嘛，就是咧甲咱提示，咱伫你应对喜恶当中、顺逆当中，你爱保有了着你的啥物心，咱个苦鲁的心。所以呢，或许是刚刚当然这以佛法来讲呢，这个海底这个因缘
拢会安怎看着甲听着，拢会足容易来起心动念，而这当中动怒爱是讲起一个好的念甲歹的念。所以这个就是好事要安怎来好，而这个好甲歹内底会大家互我起一个好的念甲无好的念。如果看到无好的，我袂生气啊；看到好的，我嘛袂感觉啥物好，因为来到世间啊，其实呢，咱讲好歹参半来到遮呢，本来就好甲歹。如果呢，你若讲无好，就一直甲伊想，那咱人生呢，就是四心用事，就是七心用事。七心用事呢，当然咱会迷惘就烦恼，烦恼就会有痛苦，痛苦，所以咱我咧讲的拢足济代志，咱无法度人烦恼袂了，所以讲佮再来，伊就较清楚，世事如幻化，一点拢无实在，当然这个是个伊个做另外一种较浅伊迄个解释，世事如幻化，所以讲呢，要看人遮哭，人遮笑，人遮欢喜，人遮悲哀。所以中庸讲来讲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智慧花会是种花之皆众结，所以讲呢，尤其是伫这个世间，咱进生命个里呢，当然啥物拢是难的，拢总是有，但是伫咱生命路上甲无奈当中呢，可能呢，就是成为一个幻化。我发现，敢若去看的去看的一个典故啦。这个典故呢，就是甲咱讲一对这个青年男女啊，伊就讲要结婚，就足欢喜，就开始准备了一寡结婚的迄个代志。种种这是讲好个啦这是讲好个啦，就是富家女富二代那么呢，当伊拄好呾结婚的时阵呢，结果煞来遇到这个当地，遇到这个当地，遇到这个当地呢，变成就是讲都好经过了40年。就是遇到当兵了呢，都问心发问啦，问医生看到问医生啦，你40年是毋对少年，甲40年安尼哪有老啊？那么伫40年后呢，去遇到迄种原因来甲因两个治好。当伊治好，两个袂互了伫迄种个记忆力的时阵，毋久搁看两个人斗相。伫伊还未治病以前是俊男美女嘛，但是伫因结婚了，两个得了这个病，伊40冬嘛，这40冬呢，已经失去了着迄个原来，经过40冬啊，所以在40冬病医好，互因知影这个记忆力的时阵，两个看的时阵呢，已经是老人啊。所以讲，伫伊的人生来讲起来，敢有啥物人生变化足大所以讲呢，这一点呢，一点拢无实际，一点都不实在。当然啦，有当时呢，会使讲是人生呢，非常的这个无常。无常呢，有当时今日恁的好势敢若看呢。伊敢若是讲是面包王啦，面包王，去大陆做了袂歹，结果这个面包王敢是死结果伊的囝细汉，嘛无法度甲承接，无法度甲承接伊的迄个啥呢？伊的迄个事业，搁伊欠的人的孝，嘛无法度还啦，所以伊这个所在。千胜万胜，安尼讲有规定，不是规定的，什么
所以讲呢，这个命运所弄出来的时阵，这个叫做无常。所以讲呢，一点仔都是这啦所以讲呢，无啥物可忧，啥物可喜，何况以定如不动之心。咱哪有无爱以定如不动？万样欢喜，万样悲哀。安尼咱做迄个人讲咧好事定命就好，安尼不管人家给不管的就是互伊甲咱左右着。咱若如果有法度通去你今仔日讲嘅我嘛安尼，好我嘛安尼，无好我嘛安尼啦。因为世间本来就是已经有起了对待，变成二元对立啊嘛。你讲伊要想嘛想无过来，我咱爱好诶，哪有可能？你讲迄多好诶，我无爱，哪有可能？都不可能的。毋是由咱会当去选择的，因为咱三世因缘就不能影响了。所以讲呢，你想嘛想无了，唯有就是面对去家己接受，这所在咱若法度当着因甲起都会当如如不是躲避，而是面对要安怎去家己处理为圆满。若安尼敢有较好？爱是甲烦恼较困入去，食袂落安尼你烦恼困入去，食袂落，若听人较歹你若是讲我紧人无法度，去跟搭这个家无少钱，爱经济啊，咱若有法度家己放下因这100万，而内心产生的那一种无谓的这个烦恼。痛苦，咱就从在这来交法，来解决做到法，保持了这个这个精神来看起，安尼是较实际，是两天就完的，所以讲呢，这嘛就是讲，因着咱呢，慢慢面对在这一个起忧当中呢，我们如何安顿在哪个地方？一定爱安顿得了，你若安顿得了。当然呢，这个平静安稳的那一种功夫呢，就循序渐进，到最后呢，当无所得。所以心境离去一切媒介之境，心境，因为世间呢，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所以说你若很执着在有一天的日子，就讲世事不换所以讲呢，当咱当中的心情，咱会当做到有这个智慧去甲伊想到了人间伊的虚实，伊的短暂其用，甲伫世间内底一切的假象，假象，咱若法度去甲伊识破，甲伊看破。其实，在你的心境当中呢，比较容易的平静，较容易的平静。会当平静，这就是咱讲的现转偏瘫的，若无呢，随应的随波逐流，安尼真心的袂苦咱当然先这个心呢，正袂讲互咱这个无消躁动，无消躁动。所以即摆人他会无消躁动，但是因为物件上好所以讲呢，在公益社会当中，因为足侪比较，所以讲呢，咱伊常常听咧讲三个狗袂使信计较比较搁较啥？是两个狗爱三个狗。计较到比较两个人能够两个搞三，计较乱叫，乱叫起来所以讲呢，安尼话呢，咱就法度安顿。你若要比较，比得了，比得了，因为有人比咱较好，嘛比咱较歹。你若比咱较好的，我们会联盟。所
所以讲呢，较容易会无效照顾。而咱的身心，既然你的内心无安有得到平静，安尼呢，你就会这个烦恼痛苦那么就咱若法度达到清净方面的无效照顾，就当恢复了真实的地方。所以讲呢，咱今日大家做咧学习伫道场学习不归，就是要照着云能载道要互咱了解着这个云了解这个云，以着云来指导，来谆谆显诱咱。要安怎真正进了着修行来解决但是文指导文只是引导咱咱袂觉是在咱的心咱意念当中是讲你要去修，甲有去修；你要去涵养，甲有去涵养还是讲有修，甲无修拢共款安尼咧当然无法度啦所以咱伫学修讲办话当中呢，有几嘛就是要互咱会当去找到咱隐隐的自信，要安怎解决得到。那再来呢，我们刚跟以前话题不一样，所有经典讲的是讲心性，就是要讲咱的心性，因为伫修行来讲呢，伊袂讲去别个，因为生处之道。所以讲呢，要安怎恢复了解咱的心性？所讲的呢，就是讲无离开咱的心性是讲拍地无离严所以讲呢，听经管法，你就是往你内心、你内在的自信呢，那么去来打造，这样是不会错。所以讲呢，咱今日一个学法的人、学道的人咱都讲要明心见性不要咱达到了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咱是爱向内观还是向外观？向内观。咱要找佛，啥物会上灵感？佛是对。知影的人是八卦山迄分不上大chỗ，迄个拜较灵所以看呢，你也甲看，大经的研究堂都较集中。感谢所以讲呢，咱遐点歌呢，讲着爱去新源山新源山呢，算讲较大间感觉讲困呢，应该较有钱当时安尼应该如是所以讲呢，咱今日对于了解这个学道，你会当明心见性，你一定爱向着内心去自证自见，就咱的。自证自见，咱会回答。因为咱为什么爱自证？咱今日虽然是受因师一指，得到顿悟但是咱是先者后学。因师一指就是伊讲已经意会了，要亲像莲花微笑、透眼微笑那种意境敢有？我一个因为咱这道的因缘无共款，咱是应体，就安尼莲花会心微笑，安尼呢，就已经自证自见。但是呢，咱今日虽然是这条道，是毋是真个较紧？以后我们都会答问。答问后呢，也就是讲后来这段时间，有时间呢。咱就会当公修，会当做咧学习，家己会当去去看册来体悟办法，咱就感觉有影呢，刚师所讲的，经典内底所讲的，非常的真实。你要成就佛，而是从你内在去改变，由贴心进入人心，由人心进入了心。
安尼呢，你才会当做真正，阮后代呢，你才会当真正做外在的一切。哦，你讲不讲外大天，不外大尊，那是外在的。如果你若是一脉地心外求法，那安尼到有来因为伊甲咱讲嘛吼，心外求法就是有有，你就是有有。当你我去，安尼较大尊吼，迄有时较大因吼，拜去到地吼较便宜呢。即个咱泰国的核心等来吼，开眼界啊，其实，伫咱修行呢，其实刚进入道场打理，都会着想，当然呢，这核心等来看咧到底，其实嘛，也就是良心话，像台湾人台湾的奥数字，应该爱用一个骗啦，这大经咧，这信众一定足济，道信足济咧，你若讲毋是咧，较有可能去这大经，所以讲咧，对伊来讲咧，嘛会使讲，万不求所想啦，上届就感觉讲，安尼应该是 OK，奥数字去到了骗啦，那当然咧，玉科，因为咧，会感觉讲，人世间当中内底，若毋是玉科嘛，玉科，那么佛，啥物佛？无分，毋是你修道就会成佛，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如果你玉科咧，无以言目求语，这个言咧，嘛会使讲是坦白，要去树仔顶要掠鱼，敢有人？树仔顶掠鱼无可能所以讲咧，如果你若是一直向外求法，毋是向内观，去察觉你内在的那一尊佛，你永远不能明心见性。所以讲咧，你会道理这个四圣六道，就是喺等，因为你找的这个根源所以呢，人讲道不观念，名是幻境，是咱家己意识到，毋是道义分担，是咱意识到，因为你向外求法。那么为什么你向外求法？因为你毋知影有一个因，你毋知影修道的宗旨，所以当然你会向外，为人拜拜是如入手嘛，你毋是咧求明心见性嘛，是咧求好业嘛。所以讲呢，你的宗旨就错了。那安尼到最后你袂当达到明心见性。所以讲呢，咱今日来讲无有因是讲无不一定要修行，所以这咱一定要去家己了解，亲像即个去泰国的，有12个和尚来祈祷，迄是主持一个42天，讲已经出这42天，迄天每一天是来200个和尚，按2个主持。伊用一个主持去较直接，伊搁会当领导伊附近10几个市县的一个领导地位就对了，因为除了对家己在地，伫车顶，硬讲即个主持对伊因做伙来说，咱今日来到这拜拜是正确是好是对的，他也没肯定。因为咱来的时阵呢，因为咱若捌接触着好相的头前，佮修遐久你若讲要交伊讲三道理，我想可能就讲你无难。因是要受明心一致呢，但是因的道理有当时人讲道念正念道拢有法度的所以讲其实等于这个叫做咱嘛是，咱讲嘛会做你敢知？是讲迄阵伫迄个做的方咱嘛是爱。嘛是爱保持镇定，无跟你说，这样咧，这高精带起来后咱接触着的，就了咱台湾讲，来是咱的长青安尼战战兢兢的，
伊安怎讲？听讲吼，因咧回收吼，袂使去互分灯去家摕衫，放空去干的辛苦啊，摕衫。所以迄唐理公吼，你甲我讲，这个真经鱼来的，也不能点和尚，不能点和尚，不是因为是分的，因为你点的一点也不麻烦，这样就不是。因为人才呢，或者咧，请伊来边仔管伊，伊敢这个，他不敢啊。这边仔去小可一个纪律，但是无够快吼，他不敢。因咧用餐的时阵吼，他们还是会祈福的。因咧祈福的时，咱的德性咯，为无靠。所以讲和尚伫泰国的地位是足悬的，你也甲想。国王嘛，迄个太王那个拜回顺王的。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因得到这个得了，因或许是其他好多的这个弥勒祖师也应允，这所有的不是肯定的。李代本嘛，李代本是弥勒祖师，那是肯定的。所以讲呢，我来讲咱的世间还是爱修，因为无修。人生也就这样，当然，为了了脱生死，为咱大家拢会当修行，那修行的当中呢，其实讲弥勒祖师伊会应允历代，所以伊历来咧办这个龙华盛会，龙华盛会是即件是所见，是咱环境的这个办理的这个龙华盛会，安尼来讲呢，他们。再来，就跟他说到根因缘，来讲到无性，因为讲到无性，必然你知咱人无性，自性依自在咱的自心，但自性对怎样？就讲咱武汉的去空空灯啊，去演理啦，讲爱做啥呢？透早呢，伫分房看就爱4点外钟伫内山，4点外钟早起来，出门讲等来3点4点钟，一直看到尾啊，迄个时阵无人，搁到7点，安阵啊点18个，这个性呢，其实他们都是，你甲讲啥伊一定听。来印证咱人不行，上面就是不行。你看着可怜的人，你有疑虑的心，当下就是佛。你会当然你改因得，所以或许尾来讲安尼讲出来，你讲要爱怎样，你袂不断都袂使，因为伊甲印证，伊知影讲有灵性，灵性带来你当知，唔知，因为你知影人进来，唔知人出，你到时候要知影多人出。方面讲知，要知，讲食来杀人知，安尼，所以讲呢，以这和尚他求道，其实他非常的欢喜，有老练习，讲有时间爱去找伊啦，伊搁有伊10几个时间，搁加信徒，搁个信徒，迄若去互迄主持了解了解畜生。因为今天这几年这论佛学这论佛学讲安尼佛学12时间是简单的，我讲或许27号要约啦，28号台北堂经班，提早多喝温先来没介绍我见，所以提早来。所以讲呢，伊甲我困难你讲28号呢，搁有回书给人听的呢。就来看卖啊，再安排看看，我以前一直，当然以前就看会当甲伊排好势，所以讲这大题呢，风险可能会较济啦，风险会较济，所以伊知影好势但是当然就是咧排看安怎去放心，所以讲呢，今日去修行真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心性
你安怎家己规划做？当然，咱会当规划了给咱的心性第一暂时变一点的改变，咱的行为一点改变。那么你人生的途径当中，当然也越来越多。那再来呢，就是讲